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期校園新聞特別採訪，我係主持人瑤瑤。今日我哋想講下初中生放學之後或者週末都會做啲咩。咁我哋隨機採訪咗兩位同學，聽下佢哋點講。呢位同學你好，可唔可以講下你平時做完功課或者週末都會做啲咩？我一般都同朋友一齊出去玩，週末要上補習班，學下英語咁樣。我都會運動，但講真，最多時間都係用來睇抖音，每日都要睇一下。哦，咁你哋行抖音一般睇啲咩啊？瞓覺前會睇啲短視頻，仲有娛樂解悶。有時都會睇下學習相關嘅內容，但通常最後都係靜雞雞咁睇住搞笑片，睇到嚟有用唔熟翻。係啊，最近特別多人睇嘅洗腦 video， 真係睇一次就停唔到。我而家腦裏面成日都響起為財，成日都波嚟波去。係啊，呢啲短視頻真係好容易令人沉迷。咁你哋覺得睇抖音對你哋嘅日常生活有冇影響啊？講真，時間會過得好快，本來淨係差幾分鐘，點知靜雞雞一睇已經過咗幾十分鐘，啲功課都拖到天光先做。我都係啊，尤其喺夜晚，明明諗住最後睇多一個，點知睇完一個又一個，根本停唔到。聽落去短視頻確實對大家時間管理有影響喎。咁你哋有冇諗過要減少睇抖音嘅時間啊？有試過，但係好難啊！每次都想控制下，但係一拎起手機就忍唔住睇。係啊，我媽咪都同我講，再睇咁多就要戒抖音啦。咁而家嘅科技發展得好快，短視頻、社交媒體咁流行，娛樂會唔會對小朋友有巨大影響呢？其實手機都唔係全部負面影響，有啲教育類 APP 可以幫小朋友學英語、數學，但係我覺得要控制時間，唔可以成日掛住玩。我覺得有啲小朋友會模仿到短片入面啲唔好行為，會影響佢哋嘅性格，所以我覺得家長要密密實實咁睇住，唔好俾佢哋亂用手機。睇嚟短視頻嘅吸引力真係唔細，不過合理安排時間，學習同娛樂要平衡先得啊！多謝兩位同學，今日嘅採訪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見。